喂，你哋咩人啊？記者啊！哎呀，唔好打！唔好打！唔好打！友誼小姐係7號袁正正。好啦，有請特區首長洪建華先生頒獎。緊張時刻到啦，最後5強就係3號馮以豪，2號羅飛。捉住佢哋！咪住！我嗰次話要同我飛講啊，唔該你啊，你俾我入去啊，我靠你啊！最後一位入選嘅係10號戴蘭西小姐。好啦，入直路啦，第4名就係6號前田小姐。第4名有嗰啲獎金獎品啊！耶！多謝你啊，6號小姐，好啊！哎呀，我從來都未見過一個咁痴心嘅人，咁我都唔俾佢入去。我同一個冷酷無情、鐵石心腸嘅西人有咩分別呢？阿頭啊，你入法啦，放一放嗰個馬超人入去，就應承一世請你做高薪私人保鏢啦。點解啦？